親子旅行名古屋篇，準備落機飛機場。晚餐時間，鯇魚飯、刺身，跟住茶蒸蛋。第二日。我幫爸爸買咖啡啊！06賽車場，我哋坐摩天輪啦！你準備去玩賽車啦！我哋揸船啊！我自己揸船啊！你睇下我自己揸船啊！而家坐緊輪班車嘅，非常之危險。前面就係細佬同媽咪嘅。再轉啦！我第一次揸電單車啊！好 ，ready go！叻叻啊！繼續去，係啦，手腳擺上去，係啦。到我玩啦！午餐時間，食飽最玩過。
食早餐。好多蘋果汁啦，係咪嚟㗎？兩個小手。啦，入場之後我哋就買飛先。小動物。我都餵佢食嘢啊！
呀。今次條片嚟到呢度，下次見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啊！拜拜。離開日本啦，返屋企啦。